2025年4月28號，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謝霆鋒嘅星號約定演唱會原本被視為一場溫情滿滿嘅情懷盛宴，但就因為一系列戲劇性事件，演變成咗一場家庭倫理風暴。呢場風波唔單止令到現場18000名觀眾目瞪口呆，更喺社交媒體上掀起咗滔天巨浪。演唱會當晚8點15分，謝霆鋒着住一身白色西裝，準備演唱經典曲目《因為愛所以愛》。舞台燈光璀璨，觀眾們滿懷期待地等緊呢場音樂盛宴。但係邊個都估唔到，接嚟嘅3個鐘竟然會成為華語娛樂圈嘅焦點。演唱會進行到中場部分，舞台燈光突然變成咗暖昧嘅粉紫色。謝霆鋒放下電吉他，對住台下神秘一笑，話接嚟呢首歌，我要送俾一個特別嘅人。就喺呢個時候 ，VIP 區第一排突然站起一個熟悉嘅身影，戴住一頂灰色漁夫帽嘅王菲，全場立刻爆發出震耳欲聾嘅尖叫聲。當約定嘅前奏緩緩響起嗰陣，王菲喺工作人員嘅引導下登上咗舞台。謝霆鋒小心翼翼咁牽住佢嘅手。兩個人手指緊扣嘅畫面，透過大屏幕放大到每一個角落。細心嘅觀眾發現，王菲左手無名指上赫然戴住一枚陌生嘅鑽戒。呢啲年我最慶幸嘅事，就係能夠重新揾返你。謝霆鋒忽然禪膝跪地，哽咽住講出咗呢句醞釀咗好耐嘅情話。王菲雖然冇開口回應，但佢眼角閃爍嘅淚光同微微點頭嘅動作，已經講明咗一切。台下有女粉絲激動到暈低，被救護人員抬出咗現場。然而就喺呢個浪漫時刻，舞台右側突然傳來騷動。只見張柏芝帶住2個仔 Lucas 同 Quintus 衝過安檢，衝咗入嚟。張柏芝面上掛住一副複雜嘅表情，身上嗰件香奈兒外套嘅紐扣都扣錯咗位。謝震軒，你住手！謝霆鋒厲聲喝道。但點估得到呢句後叫徹底激怒咗個仔 Lucas 直接用手裏面嘅礦泉水瓶掟向舞台，個瓶瓶一聲掟喺王菲腳邊，濺起嘅水花打濕咗佢嘅裙擺。你要同嗰個女人一齊，就永遠唔好認我哋。Quintus 都喺旁邊怒吼。一瞬間，現場幾萬名觀眾眼睜睜望住張柏芝拉住2個仔往出口衝去。佢個 Gucci 包包喺混亂中被扯開，入面跌出嚟一堆藥片同小瓶裝威士忌。更加令人震驚嘅係 Quintus 鬆口袋入面摳出一把小匕首，事後證明係道具刀，對住父親嘅頭影劃咗幾刀。謝霆鋒呆立喺舞台上足足10秒鐘，面上嘅妝容被眼淚沖花。佢終於反應過嚟要去追嗰陣，王菲一把拉住佢嘅手臂，低聲講咗啲咩？但謝霆鋒毅然甩開佢嘅手，衝向後台，連米高峰跌落地下發出嘅刺耳尖叫都顧唔上處理。據停車場保安老李回憶，當時睇到謝霆鋒光住腳追出嚟，西裝褲腳都捲住，手裏面仲拎住對冇夠時間鑄上嘅撈皮鞋。震軒，震男，佢一邊喊一邊追住張柏芝嘅保姆車狂奔，最後喺轉彎處跌咗一跤，膝頭直接撞喺水泥地度，鮮血立刻染紅咗白色西褲。你唔係我阿爸。車窗入面 Lucas 用手機錄影，對住狼狽嘅父親大喊：今日開始，我哋斷絕關係。講完狠狠拉上咗窗簾。張柏芝全程抱住雙臂冷笑，但就冇人留意到佢緊握到發白嘅指節同顫抖嘅嘴唇。返到演唱會後台，工作人員目睹咗更加戲劇化嘅場面。謝霆鋒經紀人霍汶希正喺瘋狂打電話聯絡公關團隊，樂隊成員面面相覷，唔知應唔應該繼續演出。最誇張嘅係王菲嘅助理 Nancy， 佢將一堆寫住台詞嘅紙片撕得粉碎，被網友猜測係準備發表嘅複合聲明稿。一位唔願透露姓名嘅工作人員爆料，其實上台前謝霆鋒已經情緒崩潰過一次。佢喺化妝間入面對住鏡子重複練習表白台詞嗰陣，突然嘔吐，吐出嚟嘅全部都係帶血嘅胃液。醫生檢查後診斷係長期精神緊張導致嘅胃出血。當晚12點，
謝霆鋒王菲復合同張柏芝謝霆鋒決裂同時衝上熱搜前3。有網友截圖到 Quintus 嘅社交賬號，喺事發21分鐘後發佈咗一條全黑嘅圖片，配文再見。而張柏芝工作室嘅官微就悄悄刪除咗所有同謝霆鋒相關嘅內容。演唱會現場視頻喺抖音上瘋傳，最火嘅一條係 Lucas 怒掟水瓶嘅瞬間，點讚量12個鐘內突破800萬。評論區分做兩派激烈爭論，一方支持謝霆鋒追求真愛，另一方就責罵佢為咗女人唔要仔。據知情人透露，演唱會前1週，王菲就密會過英皇高層，而張柏芝就喺事發前1日帶住個仔去咗謝賢嘅豪宅，停留咗足足5個鐘。更加詭異嘅係，有記者拍到事發當日上午，張柏芝同王菲嘅助理喺同一間咖啡廳偶遇，兩個人隔空對望嘅眼神被形容為可以殺死人。王菲嘅閨蜜那英喺凌晨發咗一條意味深長嘅朋友圈，善良嘅人總被欺負。而張柏芝嘅好友袁詠儀就點讚咗一條網友評論：父親嘅責任比愛情更加重要。謝賢喺事件爆發後被記者拍到獨自去寺廟上香，全程面色鐵青。而狄波拉就緊急返香港，據講係要安撫兩個孫仔嘅情緒。最令人玩味嘅係謝霆鋒妹妹謝婷婷喺 Instagram 曬出一張童年全家福，配文永遠嘅一家人又即刻刪除。有港媒爆料 ，Lucas 其實提前就知道父親要喺演唱會表白，仲曾經試過聯絡謝霆鋒阻止，但冇結果。Quintus 嘅老師就表示，呢段時間少年喺學校表現異常，曾經喺作文入面寫到：我希望我個屋企唔係個笑話。謝霆鋒代言嘅3個品牌連夜召開危機公關會議，有一間食品公司已經設落咗地鐵站入面佢嘅海報，而王菲嘅演唱會贊助商就趁機推出真愛永恆限定款產品。張柏芝嘅直播預約人數暴增20萬，但佢嘅直播間臨時取消咗原定第2日嘅帶貨計劃。最慘嘅係演唱會主辦方退票要求如雪片般飛嚟，黃牛們叫苦連天。原本8888蚊嘅前排票，而家2000蚊都冇人問津。有人算咗一筆賬，呢場鬧劇造成嘅直接經濟損失超過3000萬。心理學家分析，謝霆鋒嘅選擇展現咗典型嘅中年危機心理。佢明知會傷害到個仔，但依然公開表白，反映出對衰老嘅恐懼同對青春嘅極端渴望。而張柏芝嘅激烈反應就暴露咗佢多年嚟未能真正放下嘅心結。親子關係專家指出， Lucas 同 Quintus 嘅行為係典型嘅忠誠分裂。兩個仔其實一直喺父母之間艱難地維持平衡。社會學教授更加預言，呢場風波將對兩個未成年嘅仔造成難以彌補嘅創傷。12歲嘅 Lucas 謝震軒曾喺某個夜深人靜嘅時刻，抱住謝霆鋒送嘅小熊玩偶偷偷錄咗一段視頻。視頻入面 Lucas 雙眼紅腫，聲音哽咽，一片片問住張柏芝：媽咪，阿爸係咪唔要我哋啦？佢點解唔返屋企？而當時仲喺廚房煮泡麵嘅張柏芝顯然冇發現個仔錄製。當佢聽到哭聲衝入房間後，第一反應竟然唔係安慰，而係狠狠咁將小熊扔到地下，失控大喊：唔好再問啦，佢冇屋企啦，阿爸唔返嚟你就喊。呢段視頻流出後，網友先發現原來離婚後嘅張柏芝同兩個仔之間嘅關係早就比想象中更加複雜。據 Lucas 嘅小學同學爆料， Lucas 曾喺課堂上畫過一張全家福，但唯獨謝霆鋒嘅位置被反覆塗改，最後完全塗黑。老師試圖開導佢，結果佢低住頭話：阿爸話佢好忙，忙到冇時間返嚟睇我哋。更加令人心疼嘅係 Quintus 謝震南，佢喺一次班級活動中被要求寫一封俾未來嘅信，佢直接寫道：我希望阿爸可以好似以前咁陪我踢波，帶我去食雪糕。但當老師問佢點解唔當面講俾阿爸知嗰陣， Quintus 嘅回答令到所有人心碎。阿爸而家有其他人啦，佢唔鍾意我同哥哥啦。謝霆鋒酒後失控吐真言。
事件發酵後，謝霆鋒曾喺某私人聚會上被拍到情緒崩潰。佢醉醺醺咁對住友人怒吼：邊個治我？我都想要自己嘅生活，難道我一世都要綁喺過去咩？但呢番言論唔單止冇獲得同情，反而被網友嘲諷。既然當初選擇生小朋友，而家講呢啲只會令到你更加自私。而就喺呢場風波最激烈嘅時候，有狗仔隊拍到王菲17歲嘅女兒李嫣喺社交媒體上點讚咗一條網友評論：父母離婚最難過嘅永遠都係小朋友，大人就只顧自己開心。呢個被外界解讀為對謝霆鋒嘅隱形諷刺。謝賢終於發聲，事情搞到咁嘅地步，謝霆鋒嘅老豆謝賢終於坐唔住。85歲嘅謝賢最近喺採訪中罕有咁提及呢件事，佢直言：阿鋒呢次真係做錯咗，細路仔係無辜嘅，佢唔應該令到細路仔覺得被拋棄。甚至有知情人透露，謝賢曾私下對住謝霆鋒放狠話：你要同王菲一齊我唔理，但你如果咁令到兩個仔心寒，以後就唔好叫我阿爸。謝霆鋒秘密聯絡個仔，但被 Lucas 直接拒接。就喺昨日，有狗仔隊拍到謝霆鋒嘅私人助理多次撥打兩個仔嘅電話，但 Lucas 嘅手機一直顯示忙線，而 Quintus 就直接關機。顯然呢次父子之間嘅矛盾已經唔只係鬧氣，而係真真正正嘅心碎決裂。有心理專家分析， Lucas 同 Quintus 正處於青春期，父親長期缺席帶嚟嘅創傷可能會影響佢哋一世。如果謝霆鋒再唔挽回，以後父子關係可能再都唔可以修復。